膝關節裏邊嘅軟骨係一層大約只有3毫米厚嘅透明軟骨，佢係一種結締纖維。呢層組織非常特別，佢冇血管、冇神經，亦都冇淋巴。到軟骨下骨先至有神經同埋血管。佢嘅結構係由大量水分、極少量軟骨細胞、蛋白聚糖等組成。蛋白聚糖當中含有分支糖胺聚糖，其中含有軟骨素同埋葡萄糖胺。呢一組織提供關節嘅潤滑面同吸震功能。正因為軟骨冇神經，所以當佢逐漸磨損嘅時候，你根本唔會感覺到痛，直到軟骨消磨殆盡，發生骨頭磨骨頭嘅時候，先至會引發難以忍受嘅劇痛。呢個就係退化性膝關節炎。此外，軟骨冇血管，佢完全依賴我哋日常活動嚟進行新陳代謝。原理就好似一塊海綿，當關節負重嗰陣，軟骨受擠壓排出廢物；放鬆嗰陣，就好似海綿吸水咁樣吸收營養。然而，軟骨內部只能夠依賴極其稀少嘅軟骨細胞進行代謝，自我修復極慢。就算食再多嘅軟骨素同葡萄糖胺，喺缺乏血管運輸嘅情況下，軟骨根本無法有效吸收與還原。而且醫學上缺乏活體內代謝嘅實證，無法證明呢啲保健品具有真實嘅藥物動力功能。簡單嚟講，食再多亦達唔到修復軟骨嘅目的。好多患者因為怕痛，選擇坐輪椅或者過度依賴拐杖，呢個不但治標不治本，反而係讓軟骨失去代謝嘅機會，加速萎縮。相反，保持適量且正常嘅負重活動，先能夠真正延緩退化。面對手術嘅高風險與後遺症，其實你有更安全、更持久嘅非手術解決方案。而家萬德醫療提供嘅免負重膝矯形器 K39D， 透過3點矯力打開膝頭內側空隙，避免骨磨骨，減慢膝關節退化，恢復活動能力，無痛行走。呢個膝矯形器設計簡便，每日外出嘅時候與着鞋一樣佩戴上身，非常方便。產品係由骨科醫生研發設計，已經幫助超過5000位病人重拾步行嘅信心，改善佢哋嘅生活。如果你正在尋找緩痛嘅方法，免費試戴服務現已接受報名，立即點擊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。